係嗰個人啊，咁我今次咧會拍角色介紹嘅，今次會，咁咧我今次嘅介紹咧，大家見到個屏幕就知道㗎啦，應該，咁就係復刻位，咁我唔多講先啦，咁開始係普通技能，普通打，向下打。向上打，拗技能，特殊嘅人即係衝刺、防禦，一技能，換啲兔仔出嚟，拗加一技能，你撳落拗再撳一技能。就可以咁樣咯。如果你喺敵人隻腳下面嘅話，你可以打到敵人，但係傷害會低啲咯。咁係啦，二嘅人嗰隻鷹啦，電鷹，二嘅人再測，二嘅人再測咁拗，都係可以傷到人。係咯，三嘅人換隻青蛙過嚟咬人，係咯，可以咁樣嘅，唔係喺呢度有嘢卡，要感應到有敵人先至可以打，係咯。3加2嘅人，撳完3隻卡，撳完2嘅人咧就會有打人嘅模式嘅，然之後仲所以咁樣，3加2嘅撳一都係需要一下攻擊，咁咪都係落咗地下再打咯。都可以咁樣，係咯，4嘅人，黑同埋白狗可以咁樣，撳完4再撳 R， 唔係撳完4再撳3，因為佢你又可以拉翻過嚟，但係全部嘅人都係可以擋住嘅。個頭嘅，滑過去，你可以咁樣嘅。嗱，即係我再做個示範，你攞個嘢，再撳 R， 然之後咧，佢就會儲存㗎啦。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咁樣，再咁樣，然之後再測。喺個影子入面，即係你撳完 R 再撳，即係你撳完 R 再撳攻擊嘅人就可以掉出嚟㗎啦。咁等陣下，啱啱1嘅人嘅擊殺動畫演咗啦，2嘅人嘅擊殺動畫黑炭嚟嘅，3嘅人嘅擊殺動畫普通。3嘅人係好難殺到人，3加2嘅人就可以殺到人，冇事發生。4嘅人嘅擊殺動畫5馬分屍，係咯。
感覺醒嘅畫面啦。啊唔係，如果你召喚咗一隻犬咧，你跳舞嘅時候咧，因為係隱藏嘅，你召喚咗佢之後咧，再跳舞咧就可以變成咗咁樣啦，隻狗就會跳舞啦，佢就會，咁係咯，覺醒嘅動畫。out 嘅人冇變過嘅。一嘅人控制方向最遠係咁樣，最近係咁樣，唔係最近你可以喺自己圍中心嘅。一嘅人嘅擊殺動畫都係5碼分屍嘅啫。可以咁樣，唔得。2嘅人，如果你逃走都係幾有用嘅，但係行唔到幾遠咯。如果你唔打敵人嘅話，打敵人喺超級遠，係咪有個筆？如果你打之前呢，用蛇之前呢，你召喚咗佢嘅，咁你就召喚咗隻狗嘅，咁你就可以我係2嘅人嘅擊殺動畫，唔係5碼分屍普通死亡嘅。3嘅人，我冇朋友而家上咗線啦，咁大家睇住啊嚇，就係咁樣咯。3嘅人嘅擊殺動畫。嗱，如果咧你即係公服或者私服都得啦。如果人哋開咗領域啦，然之後咧你啱啱好覺醒咗啦，然之後咧你喺人哋個領域外面或者內面，咁你可以撳咧。如果你想入去個領域入面咧，或者出去個領域入面咧，你就可以，我唔知可唔可以出去啦，但係應該一定可以入去嘅。咁你就行到個領域外面。唔係，你又行到個領域邊邊，然之後你撳13嘅人，佢就會出現一個大洞，你唔使行過去嘅，就可以行到嘅，就可以打到嘅，就可以唔係傳送過去咯，真係。但係咧你撳得越耐咧，佢就會扣你血越多噶啦。咁係咯，所以我建議你咧，唔係其他人都可以。盡速嘅出去或者入嚟嘅，咁係咯。咁同埋咧，如果你覺醒咗啦，你啱啱好有隻狼啦，你驚浪費，咁你就可以再撳多一次嗰個能量條，就可以變成你覺醒時嘅嗰啲嘅人都會。嗱，如果你用晒你覺醒咗啦，即係類似我咁樣啦，我用晒嗰啲未覺醒嗰啲嘅人啊，咁咧你就可以換翻，佢唔會計你啱啱用過嗰啲計係大技嗰啲整咗嗰啲嘅，所以咧你就可以咁樣嘅，你就可以再換多次。咁而家嚟講呢個10種靈化術嘅最強使神，嗱佢雖然好勁嘅，佢個使神真係，但係咧佢有個弱點就係你一定要喺冇人你好容易召喚緊嘅時候俾人打到，因為佢召喚途中咧，如果俾人打到咧，就會即刻停止嘅。
係咯，一嘅人啦，普通打 out 嘅人轉換啦，轉換形態，防禦嘅人衝刺係好短，都算大嘅，一嘅人啦，要近戰嘅呢個，二嘅人。你亦都可以咁樣掉人哋，三嘅人普通咁人哋，三嘅人咁頭，三個人你就會世界嘅震動㗎啦。咁就係普通呢把劍嘅形態啦嘅2嘅4嘅，要有人啊！我唔係就用唔到。嗱，呢個盾牌形態嘅普通普攻，佢係防禦能力嚟嘅，呢個係。嗱，佢可以反擊嘅，就咁樣咯。喺人哋打嗰刻卡就係咁，但係你可以你驚啊！但係如果你一開咗呢個，你唔使驚你自己撳錯嘅，因為如果你開咗呢個形態嘅話咧，所有打到嚟嘅血咧都會，所有打到嚟嘅傷害咧都會減低嘅，好低咯，真係降到。然之後就係前嗰3個嘅人換咗咩模式都係會同一個嘅。咁防禦嘅人嘅4嘅人啦，識嘅，所有嘅人都可以識定嘅，就例如普通攻擊啦。如果你識定咗之後咧，你最多只可以識定到70% 嘅啫。但係如果你繼續咁咧，練到70%繼續咁咧，咁傷害就減低幾倍嘅，傷害係咯，就係你唔可以狂撳嘅，但係我呢個只係可以咁嘅模式。星星模式嘅4嘅細頭仔，滿血嘅。超近，咁就係講到呢度啦。冇其他㗎，同埋咧佢更新咗2隻角色啦，就係嗰隻控制花嗰隻啦，同埋明，即係嗰隻控制烏鴉嗰隻。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買下啦，嚟玩下啦。因為我冇買嗰個咩通行證，所以我用唔到嘅。咁就今次講到呢度啦，拜拜。